你以前聽收音機嗰時，有冇聽過呢把直擊靈魂、獨一無二嘅聲線？陰鏡短小就要落到鎮江，鎮江佢就能夠起到金土金大金長。嗰隻狗識嘅，或者碼頭有蒙經為經嘅，得2公婆行埋，馬高2分鐘就搞掂呢單嘢嘅。冇錯，佢就係江門陳主任。佢曾經紅極一時，風頭無兩，金句頻出，號稱電台媒體黃金時代嘅醫學大神，廣大無知男女嘅指路明燈，初代種草大貨大師。虎鞭、狗鞭、牛鞭，因為佢賣斷貨，各種資源體、醫源體，聽到佢把聲就打晒冷震。一條條抬唔起頭嘅細佬，因為佢重拾自信。有啲就出現尿頻尿急啊、腰攰啊、頭暈眼花、四肢冇力、手腳麻痹啊、腰酸背脹、耳聾耳鳴耳響、面黃晦暗、吉獸猝猝、口門空翳、氣促氣脹。陳主任將以毒攻毒嘅中醫學理論應用到得心應手，將電腦榮光高新科技檢測手段應用到出神入化，將生兒育女講到隨心所欲，將根治前列腺炎變得輕而易舉。凡係10個男人患有咗前列腺炎噶，冇能力帶近升嘅藥得，無近升個前列腺炎藥得。10個男人呢係有個9個出現神經虧損、腎功能衰退。佢激昂嘅措辭曾經響徹南粵夜空，成為後世爭相模仿但係無法超越嘅經典。同收音機旁我聽眾朋友，我陳醫生對呢隻疾病嚟講，可以講醫一個就好一個，醫10個就好10個。唔知從幾時開始，陳主任突然間銷聲匿跡。據無法求證嘅消息透露，佢已經金盆洗手，轉行賣鹹鴨蛋，唔再插手江湖嘅恩恩怨怨。而佢所在嘅單位江門復古醫院就好似傳說中嘅神殿，人人都知道喺邊。你到江門汽車總站之後，你就喺車站裏面呢，往回走200米，紅燈右轉彎，喺車站裏面呢，乘坐100蚊公交車到復古溝呢個站落車。但係就從來冇人承認自己去過，只能夠留俾後世無限遐想。如今老兩抄雲全網，就只能夠揾翻呢一小段當年陳主任嘅錄音，就等我哋通過呢條珍貴嘅音頻去緬懷陳主任免婦科沖洗費、免藥費治療，直至徹底為止嘅高尚醫德。免婦科沖洗費，全免藥費治療，直至徹底為止。